洗礼甲圣餐。阮旧个人已经甲基督同顶死伫十字架顶，阮通甲你合一，有你的圣神住伫阮的心内。求你，互阮用敬畏甲感恩的心来领受，互阮的信心哪坚定，听主听人的心哪火热，愿意彼此服侍，忠心管理你所交代的文事，用顺服甲圣洁听候主你搁再来的迄一天。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交读启应文，启应文第30篇，也就是诗篇121篇。我来客，请兄姐来译。我抬头看山，我的帮助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拄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日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你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接续来读上帝的话语，记载伫圣经箴言31篇第10节到31节。箴言31篇第10节到31节。有才德的妇人人，啥人找会到？伊的价值大大超过珠宝。伊的丈夫信赖伊，什么拢无欠缺。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伊找羊毛甲幼麻，甘心亲手做工。伊亲像上船，对真远的所在运美牛来。天未光，伊就起来，准备食物互家内的人，将应该做的工课分派互女婢。伊找到介意的土地，就买起来，用伊的手所趁的栽种葡萄园。伊穿衫蔽杂，准备好势，手骨严硬，通出力做工。伊知所经营的顺利有利益，伊的顶规暝点光光。伊的手提盒仔，伊的手心换篷车。伊慷慨真济困苦人，伸手帮赞善车人。伊免为着落雪为家内的人烦恼，因为全家拢有旧衫通穿。伊为家己做水的毯仔，伊所穿的就是幼麻布甲紫色布做的衫。伊的丈夫伫城门口，人人拢捌。因为伊甲本地长老做伙坐，伊做幼麻布的衫去卖，阁卖腰带互生理人。伊用气力甲威仪做衫穿，伊想到将来的景况就笑眯眯。伊开嘴讲智慧的话，伊的嘴有仁慈的教示。伊到料理家内的事，无食用饭。伊的囝儿困醒起来，就甲伊祝福。伊的丈夫嘛称赞伊，讲：妇人人好德行的真济，毋过你上好。外表好看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敬畏上主的妇人人会得到呵乐。伊的手所做的成果，着甲伊肯定。伊所做的应该伫公众面前得到称赞。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佮照伊的话语去行的人。这时，咱要请妇女团契来赞美，因要赞美的是野地的花，野地的花。
真水的歌声，愿一切荣光拢归予咱的天父上帝。讲到有在地的负人人，咱请本堂的罗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搁一届伫礼拜堂，甲大家分享上帝的信息。咱搁一届三甲暗头来祈祷。听堂的主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互阮有机会通来圣殿来听探主的话语。恳求主帮助阮，会当明白主你话语的意义，嘛，互阮会当活出上帝你的旨意。互阮一生会当荣光主的名，主阮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门。真欢喜今仔日会当伫主日当中来分享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毋知咱敢知影，即个纪念主日的时间有偌久的时间？其实是为1995年的42届的总会通常议会来制定即个主日来称做妇女的纪念主日。伫每一年的3月份第1主日称做妇女事工的一个纪念。可能咱会问讲，为虾米要有即个纪念主日的设定？因为伫迄当时咱知影伫两性的即个兵权未遮尔遐尼有兵权的即个过程，所以制定即个纪念主日目的是要呼吁教会界会当重视妇女的权力甲地位，特别伫咱的社会、教会甲家庭的中间。会记得伫早期的一个传统的信仰。认为妇人人是袂当伫教会服侍，嘛袂当徛伫讲台顶，所以若照过去的即个规矩，可能咱即个师会就拢袂当有女性，特别讲道佫较袂当有女性的即款的即个安排。总是伫这几十年来，女权的意识慢慢抬头，社会嘛愈来愈重视女性的价值甲地位，妇女伫家庭、社会，甚至是教会的中间，拢扮演真重要的角色。早期妇人人若是伤过出头，行伫街路，佫会互人来讲话，讲即个妇人人无准则，无守妇道，佫较毋免讲女性若要掌权做官。总是咱知影伫现今的社会，女性的主管，甚至是警察，特别是过去咱有台湾第一个女性的总统，咱拢会当看到真侪女性慢慢有即个地位甲身份。伫我过去读新学院的时阵，阮班上的即个女性的比率嘛比查甫佫较悬。所以，毋是即马查甫才会当做牧师吼，嘛真侪女性的牧师会当来受到主的拣选。所以可见咱会当看到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差派是无分男女。透过妇女事工纪念主日有当时教会会设计一个用女性做主体的主日礼拜，目的是要唤起教会兄弟来。借着女性的即个信仰的经历，开阔妇女伫教会服侍多元的角色，鼓励教会妇女愿意参与教会服侍，来贡献因的才能。所以真侪教会会伫即个主日特别安排妇女来参与主日的圣工甲服侍，甚至是讲道、诗会、见证、书献。等等这个角色来互教会兄弟看到讲其实女性嘛会当有真侪服侍的机会。女性伊过去的信仰的经验，嘛会当看到上帝对即个妇女的即个恩典，其实是
拢无欠缺。所以今仔日咱嘛会当照着箴言31章第10节到31节，咱会当共同来探讨圣经中有在地的妇人人是啥物款的即个过程嘛透过今仔日的即个主题嘛真做咱妇女事工纪念主日的一个勉励。可能咱过去咧读这段经文，咱拢真熟悉，认为讲哇，这段经文的即个妇女实在是伤过完美吼。那照即个过程来看，哇，有的人就会感觉讲，就特别查甫人会认为讲，哇，我以后若要经即个某就爱照即个条件来做标准。毋过咱若真正要照即个标准来经可能咱一世人可能会娶无某啦因为即个条件伤过严格啦。女性看到即段经文，毋知咱敢会跳过人过啦？讲大概若到妇女事工纪念主日这牧师拢要讲即段来甲咱压迫叫咱着爱为教会服侍啦特别咱坐伫头前即排妇女团契，可能着讲佫是即段听过几来十遍啦到底即段经文是要甲咱讲啥物呢？咱先来看即段经文头前一寡妇女的典范啦第一段伫11节到12节讲到妇女对丈夫的帮衬伊得到丈夫的信赖，拢无欠缺伊一世人互丈夫有利益，无损害所以伊完全为着丈夫付出一切。第二段佫讲到即个妇女的能力，伊的能力嘛真强，伊会当即个找即个羊毛甲幼麻来做手工。咱知影较早若要做这手工甲纺车，拢爱真有耐心。过去阮阿嬷因兜嘛是有即个纺车拢大概搭迄个纺车咧耍就会互大人骂安尼因为迄嘛是真危险的代志。即个妇人人会当有耐心来做手工，佮交做生意因为伊会当亲像即个商船来对真远的所在运米粮来。会当即个做真好的即个生意头路，未到天光就起床，甲遮食米拢分配互厝内人，佮甲规工的即个工课嘛分派互即个女婢，所以伊一个是一个真欠卡的即个管家，会当照顾厝内大汉细汉，佮会当分配厝内工课。毋那安尼，伊佮会当做啥物呢？会当做生意、做投资，伊会当看到家己的土地买起来，表示伊有即个财力，伊毋是干那买土地就囥伫遐趴园，伊阁会当栽种葡萄园来做真好的即个扩展。伊穿衫闭节，准备好势，手骨严严，通出外做工课，所以伊毋但会当顾厝内，阁会当外出做工。伊所经营的这个生意拢真顺利，真有利益。伊的电火嘛规暝点光光，表示即个妇人人伊透早天还未光就起床，暗时电火拢无关，规工拢是真即个努力咧做工课。伊嘛会当手提盒来用手心来换纺车，所以可见即个妇人人伊是真有耐心，会当熬做生意，佮真顾家欠卡的一个妇人人。毋但是伊的能力、伊的德行嘛真好，伊会当来慷慨来真济困苦的人伸手帮衬遮个善食人。表示伊是无自私，毋是干那顾厝内，伊阁会当顾遮社区的弱势的团体。伫天气凉冷的时阵，伊嘛袂互厝内人有欠缺、有烦恼。特别是咱这寒天，有当时衫穿无够，即个妇人人伊会当为厝内人准备厚衫，互因无因为安尼来得到操烦。而且伊阁做真水的遮个毯仔。会当有好的即个典范，伊所穿的拢是
真好的这个材料，互人看伊的清采袂安尼即个无准则伊的一生会当辅助伊的丈夫，互伊的丈夫伫城门口会当甲本地长老同坐倒。意思就是讲伊的丈夫是即个城市真有即个好名声的人互伊的丈夫感觉嘛真有即个好的即个名望伫即个社区中间。所以可见，即个妇人人，伊疼厝内的人，伊嘛顾厝边，伊阁帮赞送向人，互伊的丈夫伫即个城市中有真好的即个名声来传。即个妇人人嘛真有智慧。24节到26节则讲，伊做幼麻来做衫去卖，互卖腰带，互生理人。表示讲，伊是一个够做手工，佮够做生理一个女性。伊有气力为伊来做衫穿。伊想到伊将来日子，伊就笑眯眯。意思是讲，伊逐工伊袂怨叹，伊袂对明仔载会感觉艰苦，因为伊充满盼望。伊知影明仔载的日子有搁较好的即款的即个祝福伫即个家庭。所以，即个妇人人嘛袂讲即个闲话，伊有智慧，佮有仁慈伊的子有即个仁慈的即个教示吼，伫即个过程中间。所以，咱看到即个妇人人，伊是得到众人的称赞伊的名声嘛真好势，伊熬款厝内的料理嘛袂食用饭。伊互伊的囝儿甲伊的丈夫拢会当学乐伊，得到伊学乐。所以咱看即个妇人人，伊伫遮个条件中间来看，29节甲咱讲即个在地的查某人真多，干那日上好，超越一切。即个演的是虚假，美容是即个虚浮敢若有敬畏耶和华妇女的心会当得到称赞。所以咱来看自这条件、能力甲智慧来讲即款的妇人人，咱中间敢有人亲像伊安尼？若要像即款的妇人人，咱看圣经讲伊未天光就起床暗时电火拢无关无用规工的。那照即个条件来看，伊即个妇人人可能拢规暗拢无困吼，为透早无闲到暗，佮爱出外做生意佮顾厝内，佮顾即个咱社区遮的弱势团体。所以咱若看即个会当帮赞丈夫有能力，熬做手工做生意，佮有好品质，疼厝内疼厝边，佮有智慧，人人学乐。在地的妇人人，毋知要去倒位找，咱敢若念遮个能力，遮个气力，就念袂煞。可见即个妇人人的条件，伫即个世间真恶伫找。咱若要用即个标准来找咱的即个查甫讲的即个咱的某吼，可能真困难啦咱的上帝咧。咱的上帝敢有缘要用即款的条件来敲找上帝的即个女性的即个服侍者。我想若亲像圣经即款的条件来看，咱可能在座莫讲在座，全世界拢真恶有即款的即个女性会当受警调。所以今仔日咱要讲的即个经文的重点。其实毋是要甲咱讲，咱会当做着即个经文内底的倒几项可能咱家己有当时咧看讲，哇，这实在是伤困难咱无法度来完成这个标准咱在座的男性嘛，莫讲今日牧师讲即段经文，转去就讲，你看，圣经安尼讲你无做到咱今仔日的经文其实重点要甲咱讲的是29节。特别要紧，讲即个妇人人好德行的人真多毋过你上好
意思是讲，即个面顶这个条件的富人人有真济。我想圣经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是要甲咱讲，有这个能力，有这个交做生理，搁做手工，有好品德，疼厝内的人，搁疼厝边的人，有智慧的人，即款的女性若全世界加起来，有真济。这个条件其实毋是干那讲一位女性，是讲真侪有才德、有才能的女性，加起来的过程的中间，总是即个真言的作者甲咱讲，这个条件的女性真侪，总是干那有你独独你上好。为虾米安尼讲？因为咱会当看讲伫即个经文要甲咱讲的意思是讲真侪的女子真侪查某人，因拢做了真好，敢若你赢过因中间其中一个每一个人。所以换话来讲，面顶所讲的，这有才能、有德行、有贴心、有智慧的富人人，虽然真济，因嘛拢真敖，总是敢若你的一切超过因因为毋是你比因较敖，嘛毋是你比因较有才德，是因为虾米？咱第30节才安尼甲咱讲就是外表看起来是虚假水嘛是空空，毋过独独敬畏上帝的富人人会得到呵乐。所以这段经文上要紧的是要甲咱讲独独敬畏耶和华的心的妇女，比第11节到28节中间所讲的，这有才能、有德行、有疼心，佮熬做生理、有智慧的富人人，佮较要紧。咱想才能较有重要，德行较有重要，疼厝内的人、疼厝边的人的心较有重要，熬做生理、有智慧较有重要。我想，伫咱现代妇女拢会感觉讲，这个代志拢真要紧。总是圣经要甲咱讲的是，虽然这个咱看做掠做要紧的这个代志，总是上帝要甲咱提醒，敬畏耶和华的心，比一切拢较要紧。因为上帝是一切智慧才能的源头，特别伫咱现今的社会中间，咱知影妇女愈来愈看重家己自我的这个学习甲价值，特别是地位。所以平均2-3位的女性，都有一位在上班伊的学历嘛可能拢是大学毕业有真好的收入，真好的社会的地位。渐渐，这款经历地位，毋那是查甫人的专利，而且即摆的女性佫较厉害，会当兼做工课、顾家庭甚至伫咱教会妇女佫有一个佫较无简单的是，拜6礼拜人会当休困，咱佫爱来伫教会服侍来伫教会来礼拜。所以即款的过程中间，有当时咱可能特别是女性，无用家庭、无用工课，佫无用教会，直到咱的身体受到损害，甚至咱可能的家庭的关系嘛，毋是遮尔好势。特别是咱教会服侍过程，咱平常时爱上班、下班，佫爱即个款食而且佫有囡仔咱爱照顾厝内的人礼拜佫爱来伫教会来服侍教会。若无有遮个超能力可能咱遮个女性大家拢会过劳。总是我想，这毋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毋是要爱咱女性成做一个女强人上帝嘛毋是要定一套真悬的标准，爱咱来执行。今仔日经文上要紧的是，要甲咱提醒，咱爱有敬畏上帝的心，这才是一个有智慧、真正有智慧的妇人人。上帝毋是伫意咱有偌济才能，毋是伫意咱偌够趁钱、偌够值算盘、会顾家，阁有疼心，这拢是外在，拢是基础。
因为咱若做一切，毋是为着荣光上帝的名，毋是因为疼上帝的心来为主所做，真有可能咱只有为着高举家己伫别人眼中的地位，咱可能想要表现互别人看，来证明家己有能力。总是即款的过程中间，有可能咱会真无细意，就来产生骄傲的心。咱有可能，即马咱的妇人人、妇女拢有工课，嘛有一寡社会经历。咱的丈夫咱的另外一半可能会感觉讲，哇，有当时咱女性所做比伊较济，而且咱能力嘛比伊较强，渐渐咱女性的即个身份地位就比查甫人搁较强，而且搁会轻视家己的丈夫，认为讲我嘛偏偏咧趁钱，偏偏咧趁食，为虾米我搁爱顾家庭、顾囡仔？你做一个丈夫，你会当转来安尼翘脚捻喙手伫遐看报纸？你敢毋免斗做工课，斗做即个服侍？所以即款的过程的中间，渐渐可能咱会做伙服侍的过程，咱会产生即个埋怨，咱会产生真济的即个无爽快，直到即个可能咱经过即马现代统计，女性即个破病的比例渐渐愈来愈悬，甚至比查甫人搁较悬。因为女性爱承担的遮个责任甲压力会愈来愈重。所以伫即款的过程，有当时伫教会的服侍嘛，渐渐会有即款的问题。有的教会特别我过去服侍的教会，女性的比例比查甫人悬真济，差不多10个人内底，女性的信徒就占9成啦。有当时看起来，哇，规个教会查甫人10个钟头算会起来，拢全部拢是女性。教会嘛是拢女性的长老，女性的服侍者，拢女性的同工。所以即款的过程中间，服侍久有当时嘛会产生即个野心的心，有当时咱会渐渐会想讲，过去咱真热心、真拍拼咧服侍，到最后咱会想讲，为虾米拢我咧做？为虾米大家即个聚会了拢无要款？为虾米拢我咧摒扫？为虾米拢是我咧服侍？别人拢一直请假，别人拢有会当真侪理由，会当讲伊无法度、无时间。总是咱有能力的、有气力的，咱常常就一直自少年服侍到年老。所以即款的过程，有当时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变做讲，有当时咱的标准愈来愈悬。咱看厝内人看袂起，咱看教会兄弟姊妹嘛看因袂起，咱会想讲，敢若我做会到，敢若我会当符合我的标准，我的即个要求。别人虽然想要参与，想要帮忙，总是无法度达到咱的标准。直到最后即个服侍的过程，本来是一个真水真好的即个服侍，煞真做甲兄弟姊妹甲同工产生遮个埋怨，产生遮个冲突的发生。中国过去有一个文人伫这个清朝的过程，有一个人名做张岱，伊捌讲过一个诗啦，一句联这个话叫做“女子无才便是德”，伊这是用中文发音啦。这句话到底是讲什么意思？是毋是讲查某人毋免有啥物才能？上好是拢穿衫避杂嘛，就装互水水，穿互水水，安静拢莫讲话，啥物拢莫做，那啥物拢莫插，做一个安静的妇人人，安尼就是好的德行。过去咱可能嘛常常会有这个观念，特别想到我的阿公过去嘛对即个阮遮的孙仔辈拢有安尼的即个
无同款的看法，会想讲啊，这个女性哦，毋免读伤悬的册，哦，读到大学就真悬啊，吼，毋免搁读起哩啊，哦，反正以后拢要嫁互别人吼，啊，这个学历毋免伤过悬吼，那做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就会使。总是即句话，其实伊个有另外一句典故人吼是讲，丈夫有德便是才吼，啊下联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丈夫有即个德行，就是才能。即句话意思是甲咱讲，每一个查甫人拢爱有好的品德德行来成做好的即个典范，才是才能。因为咱知影过去查甫人可能学历较悬，经历较悬，有读博士，有出国的，总是咱知影查甫人有当时有好的知识，总是无有好的德行，致到真侪即个智慧的即个犯罪来发生。博士硕士嘛，真侪人有即个犯即个犯罪过程，所以过去安尼提醒讲即个查甫人爱有好的德行，才是真正算有才调、有才能的人。女性无才就是德，意思是讲即个女性毋是讲伊无才能，即个无是一个动词吼。中文的意思是本有而无知，就是本来伊有才能，总是伊看无即个才能。即个意思感觉那亲像咱圣经有一句话叫做舍己，舍己的台语是翻做看无家己，意思就是讲咱人袂当伤过头来看重家己，互家己有即个突出的表现。咱着爱看无家己来看重别人的所有。伫即句话意思是要甲咱讲，咱诚做女性，咱毋免伤过调强调家己的才能，毋免去世界宣扬。咱爱看无家己，互家己会当即个才能，虽然会当做出来，总是咱毋免世界去甲人讲我有遮个能力。所以规句话要甲咱讲的意思，就是讲要劝解人爱先追求好的品德，甲操行比追求能力才能搁较要紧。妇人人若有真好的能力甲才能，咱嘛毋免来世界来夸口，因为会当做到安尼，才是真正好的一个德行。所以今仔日的经文搁较要超越即款的定处。要甲咱讲，咱有好的能力、才能真好，总有好的品德、疼心嘛真好。总是若比有好的品德、才能搁较要紧的，就是爱有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心。换话来讲，咱会当认捌上帝，搁会当遵行上帝旨意的妇人人，才是真正有才德的妇人人。伊的价值是大大赢过珍珠宝石。所以伫咱的箴言31章第10节头前即句话甲咱讲，有才德的妇人人，什么人会当得到？伊的价值大大赢过珍珠。所以今仔日的经文要甲咱讲，咱若要成做一个有智慧、有价值的妇人人，应当是爱听主、敬畏上主的妇人人。即句话毋是要甲咱讲，咱做查甫人咱着毋免来读一段经文敢若拢是咧甲妇女讲咱今日无咱查甫的代志，咱会当拄久会当休困。其实即句经文伫我家己咧默想的过程我嘛是真感动。我感受到上帝毋若是要甲咱女性做提醒，搁较要紧的嘛是要勉励咱现代的基督徒爱备办家己，成做基督的新娘因为即个名词是根据启示录19章第7节到第8节正有经文甲咱讲，咱着爱欢喜快乐，将阳光归予伊，因为羊羔婚礼的日子到啊。伊的新娘嘛准备好势，
上帝已经要互新娘穿幼满布光亮清白的衫，幼满布的衫，就是信道义的行为。咱知影伫启示录的中间有甲咱做一个即款的譬如譬如讲，即个新娘是指咱即个正教会来讲，所以若是即个新娘是咱正教会，正教会是啥物人所组成的？其实就是咱正圣徒。那圣徒敢有分男女？其实圣徒是表示咱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所以意思就是讲，无论咱是男性、女性，咱拢爱陪伴家己来成做即个基督的新娘。咱是毋是会当学习今仔日经文所甲咱提醒即个在地的妇人人？咱会当互咱的丈夫耶稣基督一生有利益，无损害。咱是毋是会当学习，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会当甘愿为着耶稣来伫教会做手工？意思就是讲，咱会当温困服侍，咱无嫌劳苦。咱是毋是会当为着咱的丈夫耶稣基督，会当为着教会来争取权益？教会若受到损害、受到败坏的时阵，咱愿意勇敢为教会站出来。咱是毋是为着兄弟姊妹的利益，咱会当来为着兄弟来争取这个权利？更较要紧的是，咱爱明白，咱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要爱传扬耶稣基督的疼，因为咱嘛是安尼领受耶稣的疼。耶稣为咱受这个苦难，耶稣为着咱来伫世间，耶稣为着咱牺牲伊的性命，看无家己，伊愿意为咱奉献伊家己。咱若感受到耶稣的疼，咱是毋是嘛愿意为着耶稣来帮助咱的社区周围这个送香的，或者是有需要的兄弟姊妹，互咱的丈夫耶稣基督的名声会当伫咱的社区、城市来扩展，互人因为咱的好行为来认捌耶稣，来称赞耶稣。特别是咱伫3月份教会开始有做的事工，咱所做的事工，拢是为着要传扬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耶稣为着咱来到这个世间，为着咱会当有这个稳定伫咱的心中，咱就爱为着耶稣基督的名声，嘛会当来传扬伫这个城市。所以教会伫3月份开始有这个洗手爱无限的事工，嘛有过偌济的事工拢开始咧筹备的过程。咱嘛毋知有注意到伫咱1楼的这个公报栏，咱有做一个更新。意思就是要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咱公园教会，互更较侪社区的里面会当有机会来行入来咱教会的一个场所。所以咱透过洗手爱无限的事工，要邀请咱的这个里长这个里民会当来参与，即个参与教会的即个活动嘛会当来认捌主耶稣。借着咱即个分享，互咱的里民会当感受到上帝的疼，耶稣基督的疼，毋若伫教会中间，嘛伫咱所有社区的这个兄弟姊妹中间，互社区会当看到盼望，看到耶稣的耶稣的疼，就充满盼望互每一个人，特别是咱即个城市的这个首长，咱会当即个机会，互因嘛会当认捌耶稣。所以，若是咱明白即款的意义，咱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疼的时阵，咱的服侍甲付出，咱就是甘心乐意。咱袂感觉愈服侍愈重担愈野心，嘛袂愈服侍愈埋怨，因为咱所讲的话要充满智慧，咱的服侍拢是为着疼主、疼兄弟姊妹的心
咱袂去世界甲人批评，嘛袂讲人的闲话，因为咱拢要互耶稣的名来得到好的名声。咱若将咱嘛将即个听分享互兄弟姊妹厝边，互耶稣的名会当得到人的呵乐，咱就真正是一个听主听教会愿意帮助人的一个好的即个关系。咱的付出，毋是为着要互家己得到好处，得到人的普甲声，嘛毋是为着要有得到啥物权利，是因为一切就亲像今仔日箴言31节31章30节甲咱讲的，咱要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咱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荣光耶稣基督的名。这伫咱教会的即个信仰的即个价值中间是真要紧。咱基督徒所做一切所传扬的福音，甚至是咱伫教会整个的服侍，包括拼教会嘛好，献诗嘛好，为着教会交代嘛好，所有所做一切拢是为着荣光上帝的名。所以当咱凡事拢用听主听人做出发点，咱的天父上帝伊一定会知影，一定会看见。有一天，咱的上帝伊嘛会甲咱报答，互咱亲像耶稣基督，伊虽然为主牺牲，总是将来伊得到荣耀的即个荣光的即个身份得到真大的即个上帝的祝福。伫咱的性命，咱嘛会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所以最后，咱要搁一届邀请咱的兄弟姊妹，咱会当将咱的目睭闭起来，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兄弟姊妹，今仔日的经文，可能咱真熟，咱嘛真了解，总是咱毋知敢明白。伫经文中间所要甲咱提醒的，毋是咱爱有偌侪的才能、智慧，偌侪会讲来服侍上帝，嘛毋是要求咱爱成做偌好的一个即个基督徒。今仔日经文是上帝，咱的主耶稣，搁一届要呼召咱。因为伊要超找是一位敬畏耶和华、听人听主的一个好的即个新娘。当咱的新郎耶稣基督，搁一届徛伫咱的面头前，咱呼召主讲：我要去倒位超找有才德的妇人人？什么人阁愿意成做我的新娘？各位兄弟姊妹，咱是毋是愿意勇敢来回应主讲：主啊，我伫遮，我愿意。如果咱有这款的心志，咱有这款的意愿，咱会当伫心内甲主回应讲：主啊，求你拣选我，求你差派我。我愿意为主服侍，愿意成做主你的新娘，一生跟对主，一生荣耀主的名。互我的家庭，互我的事业，互我伫教会服侍，甚至是伫街路，拢会当有好的见证来荣光主的名。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免。就是咱来用信息195首来回应上帝。我的心是土地，请起立。
请坐。即是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接续是圣礼典，请咱来吟圣诗355首。咱坐咧吟。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建立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恁建立着无当当代着就问我，我要互恁安息。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拍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基督互人卖迄一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模样，大声感谢上帝，三甲来祈祷。
做阮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要纪念你永远的祭事，就是你为着阮死伫十字架顶，身躯为着阮拍破，宝血为着阮流出。愿恳求你圣神，互阮明白八角饼的意义，也互阮知摆设伫即个所在八角饼，出于你的恩典，阮已经领受有份伫你的救恩，甲上帝过好。对信，阮有份伫即个救恩，也得到恩典的帮衬，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伊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伊。
这个杯是新约，伫咱主耶稣基督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惊安尼来纪念伊，请三甲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众人三甲伫地，三甲甲来感谢。主，我已经领受即个杯甲饼，表明我有份伫你的救恩，甲上帝搁好。愿领受即个杯甲饼，也表明我伫主耶稣基督的内面，愿成做一体，彼此成做肢体。愿上帝圣神启示阮明白即个杯的意义，成做阮一体，阮心灵培养，也互阮伫你恩典中间日日长进，荣光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于是，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大家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上帝，天父上帝，感谢你，阮的一切所有拢是天父上帝的恩典，阮的一切的财富、智慧、力量、机会，拢是天父上帝的恩赐。阮伫遮拿金钱献给主，有你所用，来表达阮的感恩，由你接纳。阮同心来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现在请坐。这时请美生长老来分享妇女团契的事工。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妇女事工的纪念主日，咱大先先来看一个影片，
伫旧年的圣诞的时吼，阮妇女团契去一个安乐园去看遮的长辈同乐，咱先来看这个影片一个，3分钟。这是旧年吼，阮的妇女团契去一个仙乐园的安养院，来，敢有法度放？好，敢有较大声？是要出发的是先练习吼，好势，去遐唱互遐长辈听，伫咧练习。所以说，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服侍年长者。主啊，我们带着祝福，带着爱，带着关怀到那个地方。哇，他们是软弱，他们是心灵软弱。哦，你看这个豆包吼，这种豆花哦。哦，这才是做咱哦，这是豆包。唱歌来香，人是用扇子舞，啊，阮是气球舞啊。我含遮长辈耍气球吼，气球较安全啦，因为介济拢是中风的啦，是讲较无力较老。有一个长辈吼，看阮唱歌，走出来跳舞呢，走出来和阮做伙跳舞哈，哇！你看我们的歌王，红粉的故乡。啊，来本是台湾唱做一诗歌吼。所以，吴老师嘛，好做一句哦。有一条歌叫做《爱的真谛》。爱是很久忍耐的友情，爱是不嫉妒，爱是不是挂不长发。国产时代这100年前的一条线诗吼，相信大家现在侪拢捌听过吼，叫做《平安夜》。平安夜，平安夜，心啊心的夜。也有耶稣降生带来的平安喜乐。也有耶稣带来的平安喜乐。祝福我们身体健康，祝福我们身体健康，心灵快乐，心灵快乐。奉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刚才我都去，那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影片哈。你感觉阮妇女团契姊妹有够水无？够水吼，伊毋是讲干那料理家己的家，照顾家己的厝内人，我嘛甲听分互遐有需要的社区，也是迄个安养院的时代吼。上总阮会当做较济，因为阮对上帝有领受满满的听。另外，阮相信上帝照顾阮，吼，因为安尼的信心，所以阮对家己的需要无惊吓，感觉无欠缺，加会当搁再给出去吼。啊，阮妇女团契的聚会时间是每个月有2遍，像这个礼拜拜3月12号就有聚会。咱的黄牧师要来讲故事哦，吼。第一个，你若是女生，吼；第二个，拜3下早你若有闲，欢迎你来参加。啊，佮有啥物问题无？无吼。第一个要女生哦，吼。啊，第二个你拜3若有闲，欢迎你来。好，谢谢大家。
这是我来报告。请问今仔日有头一摆来的朋友无？请牧师来小解哈。来，我介绍咱两位新的朋友吼，一个是李世杰，伊现在伫迄个育婴室的所在啦吼，安尼。这李文龙长老介绍的吼，是朋友。世杰啊，雄无收到吼，安尼。思婷最近拄仔转来吼，接续李世杰。等下看伊影仔一个哦吼，所以无看到伊。第一遍见面吼。咱李文龙长老的孙，好，新妇有哪转来，所以等下真好奇，爱来看一下。来，林如姊妹在吗？好，这是怡珍的同学哦，怡珍的同学还有彭英琪也在这个地方等一下我们再见见他们好，欢迎他们来到教会中间请做咱公教会新的家人。好，来，我来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礼拜中举行圣礼典咱圣灵的洗礼有张玉成、徐玉婷、孙国阳信仰告白的黄思涵，这拢伫华语礼拜好，来接续跳到第3点本主日下晡12点半伫7楼要举办中集会，请中集劳保。接续是第4点就是咱各活节活动之一洗手爱无限福音茶会，拄则牧师嘛有特别强调就是咱后礼拜六下晡，毋是后礼拜是3月22下晡3点到4点半咱甲TVBS 信爱永续基金会做伙合办咱社区的里民加即个里长办公室合办要邀请特别的朋友来接受福音，而且领即个爱心关怀礼券咱真需要同工来做伙做交代那安尼若愿意服侍兄弟，请玉山干事来报名。第5点，信徒领袖培育课程伫基督信仰神学导论这是咱甲新学院台神做伙合办的咱伫4月19开始，每礼拜六顶晡9点半到12点半，是梁月美老师台神的教授会来甲咱授课报名费是每一个人1000块，你若要摕学分你搁另外加600块。台湾领袖高峰会伫咱高雄教会场第2摆上课，就是即礼拜六嘛是规工9点到下晡5点。只要真理班本周日下晡12点半到2点，伫601教室第7课，诚做上帝厝内的人，今仔日是敦雅要上。新竹区的赞美操第2集的培训课程咱也嘛是还在上课所以时间是3月11、25、4月初1、初8。甲15下晡1点到4点，地点伫公园里民活动中心，就是伫咱后壁咱公园教会后壁迄间里民活动中心，若有兴趣的欢迎参与哦。好，接续就是讲，你若有要旧年的个人的奉献证明来报所得税，请伫1楼交代所在登记。教界的消息，请咱家己参阅迄个周报。好，来祝福册肯的诗，咱来吟402首，恳求主你因带我脚步，吟诗煞请牧师祝祷。
领受上帝祝福。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心的相通，甲咱在座众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互阮会当学习，真做有才德的福音人，是敬畏上帝的名的人，嘛会当为着主来传扬主的福音，互耶稣的名会当传到世界大角落，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